议员卢坤豪的总质询，以当初国民党执政在讨论美国牛肉、猪肉进口时，民进党立委白黄时代甲全国人民讲莱克多巴胺对身体危害，一直通过3肉精零检出。不过现在民进党执政一道行政命令就开放，议员质疑敢讲过去有刀，现在就无刀。质问市长敢认同用百姓性命来换外交，要求市长硬起来，唔通拢配合中央，爱为台南市民食品安全把关。你若想要当就要当，要使就要使啊！这个毒品的物件，有毒的物件，你竟然我讲，较早时光背景，较早过去食是不要紧，什么人听会落啦？市长。遵照咱今仔日，那健康无去，你纵然再多的财富有用吗？你起码敢讲一句，咱起码中央敢讲一句，我们没有吃来猪，我们的外交没有办法跟人家衔接，这样做对吗？你摕台南民众的性命、民众的健康去换外交，有用吗？你是公共卫生的双博士呢，双硕士呢。你是台南市的市长呢。是。你应该要替食品把关呢。是。你要维护台南市民的健康呢。是。哦，看这就是模糊责任的代志。我们今年1月1日就已经开放了，到现在市民朋友们还是没有吃到，因为都没有。就是别人执政，过去别人执政，别党的执政，就是袂使瘦肉精，袂使入来。恁执政就是毒，什么毒拢入来拢袂要紧啊。长期关心安平立基国体议员卢坤豪这摆总质询再次强调，因为海沙的关系，所以才不得不进行多次更新重建。不过目前5000块的租金补贴根本无法度伫安平租到任何的厝，更何况也有真侪人咧缴贷款，互住户真大负担。所以呼吁市府提高补贴，唔通互住户自生自灭。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。